一個扮得好好嘅領導人喺黑暗中跋涉，穿越古代以色列嘅險惡景觀，喺一場絕望嘅午夜旅程中冒住一切風險。呢個係掃羅王，一大群非利士人集結埋要消滅佢，而佢正進行一次危險嘅16公里跋涉去恩多鎮，故意違反自己嚴格嘅法律，去揾靈媒。撒母耳記上第28章嘅經文提供咗呢一刻嘅神學剖析，詳細描述咗一個被揀選嘅國王係點樣墮落到如此深淵。掃羅嘅危機係絕對嘅，佢癲咗咁尋求上帝嘅指引，通過每一個接受嘅渠道，佢喺夢中揾答案，查閱咗神職人員嘅神聖裝飾，並向先知們求問。佢得到嘅係絕對嘅沉默。上帝嘅沉默起到一個積極嘅作用，作為一個嚴厲嘅審判，將一個唔肯悔改嘅人推向崩潰嘅邊緣。呢張記錄掃羅王統治嘅圖表說明咗屬靈衰敗嘅漫長軌跡，最終將佢引到恩多嘅洞穴。下降由第13章開始，戰前急躁，掃羅越界，擅自獻祭，觸發咗佢嘅第一個神聖警告，佢嘅王國將無法承受。佢喺第15章繼續下降，下令徹底摧毀亞瑪力人，掃羅卻寬恕咗佢哋嘅國王，並囤積佢哋最好嘅牲畜，試圖將純粹嘅貪婪偽裝成宗教信仰。第18章到第26章，道德底線崩塌，被偏執狂吞噬，掃羅無情咁追殺佢忠誠嘅指揮官大衛，屠殺咗成個城市嘅無辜祭司，嚟保護佢日漸衰弱嘅力量。無視反覆嘅小警告，會逐漸蒙蔽領導者，降低佢哋嘅道德門檻，直到揾黑魔法成為唯一合乎邏輯嘅下一步。掃羅坐喺王座上，被皇冠嘅物理奢華所包圍，然而佢仍然被困喺精神嘅黑暗同孤立中。同大衛比較下，大衛係個被追捕嘅逃犯，匿喺貧瘠嘅荒野度，但佢積極收到嚟自上帝清晰嘅通過祭司以弗得神聖聯繫嘅直接指示。呢個完全取決於生命內在嘅姿態、真誠嘅謙卑同懺悔。完美無瑕嘅記錄或者高級政治職位冇任何優勢。降神會實際上真係有效，但只係因為上帝嘅干預將撒母耳嘅靈魂帶嚟。靈媒喺恐懼中退縮，當上帝繞過佢嘅幻想，迫使真正嘅先知帶住最終毀滅性嘅信息出現。撒母耳宣判，上帝正式成為掃羅嘅敵人。聽日呢個時候，掃羅同佢嘅仔將會戰死沙場。呢個預言嘅心理壓力壓垮咗掃羅，佢塊面先跌喺泥土度，完全俾恐懼麻痹。即使喺佢生命嘅最後幾個鐘，佢拒絕講出我嘅罪過。大衛嘅懺悔史證明，害怕即將到嚟嘅後果唔同於擁有一個破碎悔改嘅心。呢個迫使我哋直接反思，當我哋面對緊閉嘅大門或神聖寂靜嘅季節，我哋係咪癲咗咁揾黑暗嘅變通辦法？定係我哋停低審視自己嘅內心？掃羅嘅失敗同隨後嘅死亡結束咗佢嘅王朝，但係上帝對以色列嘅總體計劃仍然繼續，隨着權力轉移到大衛嘅血統。撒母耳記上第28章嘅悲劇係一個經久不衰嘅歷史警告。絕對嘅精神毀滅係最終嘅及必然嘅結果，都係嚟自於唔肯悔改嘅妥協。